113年全国语文竞赛汉语朗读文章国小学生组先强编号2号起分神录音撇破许千文研作几百只撇破像走时时嘅咸菜干一批一批嘅倒掉在浓度嘅壁档日头落山天色暗下来头那上到像露出样嘅撇破甩上嚟一撇撇嘅称大称对浓度比出来落色暗橙色嘅天档就像本人夜嚟买一下就密码之家撇破色彩强伫暗布头比到暗格也唔是看见创到乜嘅东西连细细条嘅天线未闪得过听错老到撇破嘅木主动力系么其实唔系撇破系用声来听味嘅佢哋會發出人嘅耳講聽唔到嘅高頻聲一聲像海浪樣嘅打出去拄到東西就會彈轉來撇破就用音聲算準東西嘅距離同態勢也用音聲深度實物一直落到撇破喺到山龍也是10幅度今日兩兄弟的旁當高高素養那等球的就開始上得沒想到沒得準撒將天棚的表的得爛一空兩兄弟我頭看見幾隻空的唔知按樣個實真好忽然間三隻無所說嘅東西對空嘅度轉出來一拍拍滾嘅啲間房比來比去一聲色彩突然間嚇到細路睇喎喊捉係鬼來誒佢夾夾用手扶定強勁講到專業面床下唔敢出來淡太嘅阿哥金冰冰嘅騎起掃把開始亂飛想去同撇破打下來阿婆躺到上行上流當太上講拜託嘅那掃把同佢冰下來莫按才講撇破會本打死沙丁又講真今天是看太多咧唔讀書台灣嘅撇破乃為專業嘅嘢撇破便宜屋卡係當好嘅枕頭阿婆打開窗門問撇破逼出去再個帶等孫呢去看家間房嘅當封面床面床嘅街巷正見佢有撇破嘅圖像阿婆要喺露台樓將件帶嘅肉嘅流出來俾大家看也佢有撇破嘅線呢面床嘅街巷佢嚟5隻撇破按到5幅臨門肉嘅佢嚟一粒拖嘅同撇破表示復甦延年原來西方人看撇破係鬼怪嘅化身唔過事事追求吉祥嘅緣投看撇破係福氣嘅象徵日頭出現啲東片上嘅山頭林田講咧三隻比出去嘅撇破
又对屋檐专業，福氣臨在家門呢。